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待降节第一个星期六，12月6日。今天的主题是磐石出水。我们预备聆听。我要站在你面前，在一块磐石上。请我们用敬虔的心来阅读出埃及记17章1到7节。以色列全体人民遵照上主的指示，离开逊旷野，一站一站的迁移。他们到利非定扎营，那里没有水喝。他们又埋怨摩西说：“给我们水喝吧。”摩西回答：“你们为什么埋怨？为什么要试探上主？”但是人民非常口渴，继续埋怨摩西。他们说：“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出埃及？要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女，连同我们的牲畜，都渴死吗？”摩西站在上主面前，恳切祷告说：“我拿这人民怎么办呢？他们快要拿石头打死我了。”上主对摩西说：“你带几个以色列人的领袖，跟你一起走在人民前头，手里要拿着你击打尼罗河水的杖。我要站在你面前，在何烈山的一块磐石上，你击打那磐石，就会有水流出来给他们喝。”摩西当着以色列领袖的面这样做了。那地方叫玛撒，又叫米利巴，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抱怨，试探上主。他们问：“上主是不是和我们在一起？”我们要用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。他们到非利定扎营，那里没有水喝。如果你缺水，而你的领袖却在非利定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安营，你会作何反应？我想，我们可以理解以色列人与摩西的争吵。他们身处干旱的沙漠，而摩西却将营地安扎在没有水喝的地方。难道他们被从埃及的奴役中带出来，最后却要在一个没有水的沙漠中渴死吗？我想，如果我们身处他们的境地，也会抱怨，并认为他走错路了。但是摩西并没有迷路，他们也不在错的地方。竟然利非定没有水喝，
却是他们旅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站，是上帝旨意安排的一站。他们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。在利非定，以色列人经历上帝令人惊叹的同在，磐石出水的神迹，水源充足，源源不绝，让所有人都能自由饮用。经历沙漠并非罕见，上帝似乎喜爱沙漠，常常带领我们，有时分阶段地进入属灵的干旱之地。我们的祷告、疑问和困惑都被忽视，我们不禁怀疑自己是否会在这片旷野中渴死，走回头路，或是匆忙离开沙漠是错误的。上帝会在那里与我们相遇，为我们成就只有在沙漠才能成就的事。我们会发现，在旷野有恩典，磐石出水。正如保罗所知，从磐石中流出的水，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并且对于今日的我们，就是基督。沙漠虽不受欢迎，但往往是我们最能明显感受到上帝恩典的地方。如果我们留心，并对上帝的惊喜，例如从磐石流出来的水，保持开放的态度，在你自身的沙漠经验中，你学到什么功课？基督如何出现在你的沙漠？我们用祷告来回应。主耶稣，你一步一步引领我，甚至带领我进入没有水的利非定。求你帮助我留在沙漠中，警醒等候你，是我从磐石流出来的水，无论多么出乎意料。阿们。活出顺服，留在沙漠中，等候那磐石流出来的水。